这个公园呢，它原来是有既有干式自融池，那在设计上我们要考虑既有地形地貌不能破，要尊重既有地貌来做我们的游戏场。所以我们呢就是以一个干式游戏场为中心，然后周边呢利用它的山丘呢来增加它的一个野趣性，也就是说保留它既有的生态，所以我们叫做野趣的生态游戏场。一些既有的设施呢都能够保留下来，然后整修一些不平整的地方，比如说人行道，它原本是有腐根现象，我们把它整平了，让这个人行道变成一个无障碍人行道。第二个是以前那样的设计方法，保留原来干式的自融池，让市民有一个环状的步道来休息。那另外一个呢，孩童们可以在里面呢，我们有这些特殊的、有创意性的、有共融性的、有启发性的一些特色游具，来取代一般我们看到一些罐头游具。前后后，经过已经将近3年了嘛，哈。然后现在已经完成了，当然里面很高兴啊，市长能够来巡视，当然就是要发掘一些不妥的地方，我们可以再改善。好像邮寄比较少一点，邮寄比较少，是不是市政府这边能够再增加？当然我们一步一步改善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天是我们来我们归仁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公园哦，公儿6。大家知道说，近期我们会展中心已经开始启用了哈，要完成，然后3型 Outlet 也已经开始启用了。那所以说许多重要的设施都在那边。这个地方是紧邻高铁站的这个区域。那但是对于社区来讲蛮重要。那原来这个地方是滞洪池，我们就把它绿化，种植一些植物。但是因为种植的植物可能会有串根的影响这样在我上任后，我们已经开始，我们就要求都不能种植这些会串根的树种那现在因为它会串根，那造成一些公园的破坏、设施的破坏还有这个地砖人行道的破坏，接下来我们就把它优化，然后加上一些游具。我想说，这种建设是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希望慢慢把它优化起来。那也希望说配合沙仑园区绿能科技城的一个发展，我们还会陆陆续续增加一些公共设施，那增加一些包括公共艺术啦，包括一些设施，让地方更优化。那也希望说带给地方的生活品质更提升。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9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立法院拄通过公民权下修到18岁修宪案，但台年底全民复决是最后的关键。为了鼓励更加多青年持续发声，台湾民众党台南市党部选伫青年节一天正式成立青年部，希望让更加多青年的想法会当甲台南党部的发展结合。打造青年友善政治环境。台湾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上午伫主委林彦良的带领，结合青年部的总召集人由信元、副执行长陈柏宇等人，透过手机直播的方式，鼓励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并且选伫3月29青年节这天正式成立青年部。今天刚好是326青年节，那我们是以青年参战，世代共好为号召。那希望青年人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那我们希望台南的青年人，用他的力量改变台南，翻转台南，为台南做一些更多的地方服务，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初衷。那当然，我们欢迎台南的各个18岁到35岁的这些青年人，可以多踊跃参加政治，因为国家未来需要青年做参与。因为立法院通过下修18岁公民权，因此台湾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以青年参政、世代共好为号召，让少年人来决定家己的未来，用青年的力量来改变台南。青年参政，世代共好，青年力量改变台南，城市撼动，创造感动。青年部，青年部。
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329青年节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邀请台南4间大学牵手做公益，伫台南火车站的周边向民众来募集发票，为弱势植物人家庭尽一份心力，也让这个属于青年的节日更加有意义。3月29青年节这天，成大崇德社、台南大学爱心社、台南大学小太阳服务社、南台科大手工艺社。以及昆山科大餐饮管理系顶同学部分里外，做伙来到后火车头，帮助创世基金会募集发票，救植物人。顺手捐发票，救植物人。创世基金会是全国最具代表性的长照机构。我们主要是安养清寒植物人照顾老人。那么这些呢，都有很多义工来参与整个周边的服务。那长期以来呢，我们创世呢有很多的社会经济地位年纪都比较资深的这些义工朋友。那么我们也很需要青年学子的加入，所以我们在这个青年节这一天呢，在台南地区成大啦、昆山啦，还有台南大学。南台号召了很多的青年学子一起来加入我们今天街头募发票的活动。今日来这帮忙募集发票的同学，虽然有的人是第一届来，但想到会当参与这种有意义的活动，拢感觉到相当的欢喜。这是我们第一次，未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希望创世基金会也可以再邀请我们，然后我们也都会积极来参与。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记者会，让就是身边的朋友们，或者是说社会大众，可以更认识创世基金会。那也希望说，就是可以让更多的青年朋友，或者是说像我们这样子服务社的社团，可以就是去帮助更多人，然后将这个服务的心传递下去。我也是从小受我妈妈影响，因为她有爱捐发票救那些植物人。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虽然我们的能力不是很够，我们可以从募款积少成多，救那些植物人。这次很开心，可以就是受到创世基金会的邀请，在青年节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邀请大家来那个募发票跟做公益这样。然后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就是注意到我们植物人的这个需求，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到创世基金会或者是各个发票箱进行那个募发票的活动。创世基金会36天来，伫全台设立17所植物人安养院，实现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的理念，累计至今服务过1万多个家庭。小小的一张发票，就是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的重要经费来源。但近来受到电子发票冲击，发票募集衰退大约4成，对服务影响真大。基金会也呼吁有志青年以及社会大众，会当做伙来关心创世植物人。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清明连假将要来到，因为最近本土确诊的人数有增加，市长黄伟哲就呼吁民众，若是要出门祭祖，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台南市政府嘛推广线顶祭拜对书平台，透过简单的操作教学，要让市民朋友会当对书祖先，同时阁做好防疫。清明连假阁要来到，最近几天的本土确诊案例增加，台南市长会特别呼吁大家，连假期间一定要确实落实防疫的措施。同时，为着要让民众会当伫厝内来祭祖，特别推广线顶祭拜的对书平台，透过简单的系统操作，让民众会当对书祖先，同时阁会当落实防疫。清明节到了，大家都知道，清明节是国人扫墓重要一个节日，所以这个部分呢。在3月7号的部分呢，民政局也更成立了线上祭拜一个 QR code 的部分，所以现在我们台南市总共有19个行政区有线上祭拜的这个平台，所以这个部分呢也非常欢迎市民朋友来使用，因为现在目前从去年到现在已经高达有600多人出来使用这个平台，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记者会，由各位媒体先进朋友的推广之后呢，这个平台能更广大的一个使用。因为现在因为疫情期间，大家走动有时候不太方便，也可以让身处在外地的朋友不用再回来在纳古塔来祭拜，在线上就可以使用。
民政局长江林煌表示，目前线顶这排系统只要入去到平台网站，就会当透过简单的操作，拍祖先的名了，选择宗教，就会当进行制作。先人的追思崇敬我想大家这个心情大家都会有我们也希望说但是呢，现阶段在现在的由于这个工商时代大家可以线上购物，可以线上游戏，或是线上很多事情都发生在网络上，但是在未知的世界里面，在我们的先人的仙界里面，怎么样子去既缅怀他们，又追思他们，又能够对于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也多一层保障的。之前大家有看到有线上安太岁、线上拜拜，神明都可以这样子的，那我们先人也是神明，那线上来追思缅怀线上的清明这个部分，我相信也是可以做的。目前台南已经有19个行政区的灵骨塔会当进行线顶的祭拜。民政局长表示，会陆续积极来整合大台南其他的区域，让民众人伫咧外地同款会当祭祀祖先。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让铺桥造路的功德会当延续，新营紫山三良宫承接嘉义一个行善团造桥的志工，成立紫山德善团，并且将阿门头重新整理，举办启用仪式。旧个紫山德善团重新启动造桥行善工作。德善团的造桥铺路志工，将山石甲阿门头倒入去打整理完成的阿门头搅拌机内底。宣誓顶起造桥工程的决心。画面上，这个米西萨原本已经生鲜，经过志工团连日整理并重新油漆，未来这设备将投入伫紫山德善团造桥工课上。咱这有心的人士企业家，看咱造桥义工家族为旧团都出一寡问题，来看咱拢为零开始，来。送咱这个机械结合咱旧的遮有的做30-40吨的义工，来这个现场修理，来为生鲜开始来做来喷漆，来整理这台机械整理作事是咱有一台机械继续为社会来山顶遮偏僻所在来做桥，来渐大家知影讲，阮这个团员来靠这个团来继续来做桥，大家搁来恢复信心，慢慢旧团造桥的心，搁来延续，搁来恢复倒。紫山德善团成立，主要是承接嘉义某一个行善团造桥志工，为了让造桥过程不论是经费资源以及人事，拢会当更加健全透明。德善团中正团队希望让造桥的功德会当完整。因这个造桥的精神理念就是讲，咱要延续先人这个造桥精神啦咱唔免让人事问题卡条的咱赶紧有志同道合的人，赶紧来成立一个新团，就是今仔日所成立的紫山德善团啦来继续要来为大众、为人民来服务，要来造桥。27日上午，阿门头搅拌机修复启用，由紫山三良宫干部以及德善团执行长等人，带领志工做伙唱响祈福，希望接下来。紫山德善团4月份施作的桥梁工程会当顺利平安。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由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以及议员林美燕共同发起的台南市妇康学业进步奖助学金，29号伫台南市会办发。第2届得奖的学生包括南区、安平区，总共17间国中小，95位学生。为鼓励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弱势学童用功来读册。议员林美燕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加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对109学年度推动妇康学业进步的奖助学金，鼓励弱势学童加家己来比赛，
就算进步1分嘛有奖项，而且申请的名额无限。看到进步2个字，进步就是说你的学习以自己来比较，不是去跟别人比较，跟自己要求自己，跟自己来赛跑，跟自己来赛跑。所以你有进步，我们就给你动力。你只要有进步，我们就给你动力所以之前我们会讲说我们门槛85分啊，怎样怎样，这个就有点就是跟别人在比赛，但是我们要的是跟自己来比赛，跟自己来比赛。所以你如果有进步的话，我们就是2个协会就成立这个护肝学业进步奖学金这个平台啊，在去年。我们也颁发了1次，那今年我也即将就是第2次的，就是颁发这些奖学金。真的这样子的一个讲座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越来越多人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发挥了很大的一个效益真的看到小朋友，我知道今年17所95个小朋友里面，还有一个是进步33分。真的很棒3分。那进步1分的，我也给他鼓励。为什么？因为就是进步，就是对自己有期许。那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鼓励的一个机制，让孩子们能够对自己设下一个目标，那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喜悦。上午出席颁奖的除了教育局的专门委员，另外还有南区、安平区的各中小校长加学生代表。专委表示，进步奖不但对学生是一种的鼓励。另外嘛，真符合新课纲的差异化适性教学。奖学金的一个特色就是进步这2个字啊。那我觉得这个进步这样的一个精神就跟我们现在108的课纲，其实我觉得是蛮契合的。因为我们108课纲其实讲求的是这个差异化的这个适性的教学。那所谓差异化的适性的教学，它强调的是说，要根据每一个孩子他不同的这个学习的特性，那给他个别化的一个学习支持。主办单位表示，这届申请的名额无限，只要这学期的成绩比顶学期进步1到5分，就颁发1000块；6分至10分有1500块。进步10分以上，颁发2000块。另外，上午出席的学生还佫特别赠送文具1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招财艺术是用珍贵的矿质活成粉来作为创作的颜料，使得艺术品的价值更加高。艺术家陈丽云受邀请伫台南精英酒店举办花见幸福招财特展。伫饭店的公共空间以及套房内面，展出38件精彩创作。花见幸福特展正式开幕。台南精英酒店长期推广甲支持在地艺术，这次特别邀请到招财艺术家陈丽云来饭店展出伊38件艺术创作，也因为招财画作所使用颜料，拢是以各种珍贵矿石研磨而成，所以画作拢会散发光彩。让观赏者在画作当中感受生命之水。它是矿物质的颜料，就是前面你们可以看到那些矿物质的东西，比如说蓝铜矿、孔雀石，或是珊瑚类，这个都是天然的颜料。包括我们所煮的浆糊也是天然的，包括我们的胶也是天然的，没有用就会腐坏掉，所以它的工序比较多，比较繁复。而且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应精英酒店李静文李总的特邀，他也很真诚、很诚意的邀了很久。精英酒店希望透过邀请艺术家设展，会当将艺术美好早予更侪人认识。艺术家的作品来我们这边做一些运用这个空间做一些展演。那因为我个人觉得，把这些作品放在艺廊里面展演，那是一种角度。可是如果跟台南精英很多空间结合的话，可以很自然，可以把艺术呢带给更多的，然后还有国际的人士去做一些欣赏。花见幸福招财特展，展期为即麦开始，一直展到明年1月31号为止。民众现在来到台南精英酒店，伫正侪公共空间以及指定套房内底，拢会当近距离观赏到这艺术创作所带来的美好。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
台南生活美学馆今年头一届甲屏东县来义乡公所合作，举办国宝工艺大师许春梅特展，展出排湾族的传统织布技艺，欢迎民众伫5月8号以前前往现场感受原住民传统的手工艺术。原住民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文化部为着要推广原民文化，特别推动台南生活美学馆甲原民馆合作。今年第一摆，甲屏东县来义乡公所共同合作来推出的人间国宝工艺大师许春梅特展。透过安尼方式，会当来甲大家分享台湾这个土地上丰富的多元原民文化。Kini Senayan to tumikali ito na sumamada ito aja. Linduan. 感谢老祖宗，老祖宗的智慧。再度回来我们的故里。老祖宗说，我们是从古拉萨到山上的。曾经听我父亲说，我们老祖宗说，干嘛是台南一节那样？所以我在想，这是老祖宗的一个期待，能够把他们的织布，把他们的智慧再带回台南。许春梅老师传承家族各部落的传统织布技术，其中掌握织布完整的知识，可以当用族语的方式来传承的人，真正非常的少。许老师表示，每一个织文拢是经典，希望来看展的民众会当试看卖对织文内底感受一个排湾族的文化。逛了1000他都已经很有心得那我们许春梅老师真的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坚持他必须要承袭过去他的家族甚至是说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织布的传统文化能够继续的保存，那么也教了很多的这个学生然后继续要能够发扬光大。我们的来义乡是在屏东县9个原住民乡里面算是原住民的人口最多的。那么地理位置是在中心，也就是潮州地区的一个生活圈。那么我们古尾也是靠南部恒春那里的那么我们来义乡其实是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但是我们来义乡也最需要中央单位能够继续的给我们支持给我们协助。这摆展览会直到5月8号，欢迎民众会当利用时间做回来台南生活美学馆体验一下真温暖传统织布的文化。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2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